自2025年12月初4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警醒守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尼米记第4章第10到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尼米记第4章。巴拉听见阮伫重建城墙，就真受气，非常愤怒，踢笑犹太人。伫伊的谈判甲撒玛利亚的军兵面前讲，这个无路用的犹太人伫做甚物？因要重建这个城，要献祭哦，要一日就完成哦，要对土地中摕出小价的石头来搁起哦。亚门人多比亚徛伫伊的身边讲，因所起的石墙，若有一只狐狸爬起，就会放落去。我祈祷讲，阮的上帝，求你听，因为阮互人踢笑，求你互因对阮的侮辱归伫因身上，互因诚做战利品受掠去外国。求你毋通暗砍因的罪，毋通撤销因伫你面前所犯的罪过，因为因侮辱这个重建的人。安尼，阮继续重建城墙，无偌久，城墙就拢接做伙，到一半悬，因为人民专心做工。散巴拉、多比亚、阿拉伯人、亚门人、阿实突人，听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顺利进行，开始修补破缺的所在，就真受气。大家做伙计谋要攻击耶路撒冷，制造混乱。阮向阮的上帝祈祷，搁因为因的缘故，派人守望，暝日封闭。毋过犹太人讲，做工的人气力真，石头涂沙规大堆，城墙完成到何时？阮的对着搁讲，趁因毋知、看袂到的时，咱入去因中间，杀死因，互因的工程停止。遐个住伫对着附近的犹太人一遍搁一遍甲阮警告讲，对着会对逐所在来攻击恁。所以我互人民照因家己的宗族举刀、举枪、举弓，徛伫城墙后面加搁空旷的所在。我顺势了，就起来对贵族、官长甲其他的人民讲，毋免惊因，着会记得主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着为着恁的同胞、恁的囝、查某囝、恁的某、恁的厝体交战。警醒守卫。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，拄着一寡阻碍。有的阻碍来自内部，亲像城里的领袖拒绝督工指定的工作；有的阻碍来自外部，亲像散巴拉、多比亚以及阿拉伯、阿门、阿实突居民的敌对。尼米清楚列出阻扰者，搁派人暝日守卫，防备因的扰乱。今仔日的咱可能掠做犹太人只是建造城墙有甚物好主动的，特别心踮台湾的咱，有海峡做屏障保护，可能感觉这道墙无甚物大不了。事实上，对犹太人来讲，迄道城墙毋单单只是护卫人民性命、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，搁较象征因的自由权。敌人正是因为无想要看到犹太人形成
所以不断破坏因的重建工作。长久以来，犹太人一直期盼恢复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代的光辉，但是对已经亡国的回归者而言，这个期待是何等困难。当上帝呼召尼米重建城墙，重新凝聚人民的共识，激发因努力恢复早日国家兴盛的景况，可见重建城墙常时有浓厚的政治意涵。对经文叙述通看到尼米获得波斯皇帝的许可返乡重建，有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尽管安尼，尼米率领犹太百姓返乡重建的工作，还是遭遇到重重困难，搁受到仇敌阻挠，因为会有利益冲突，仇敌当然想尽办法阻挡。遐个仇敌无想要看到犹太人兴盛起来，所以用言语恶意中伤，打击因的士气。尼米安怎回应呢？仇敌若只是嘴耳讲讲的拿领，就出来引起讲，因为因无认捌上帝的大能。不过，尼米还是甲这件代志交托互上帝，伊祈祷讲：阮的上帝，求你听，因为阮互人讥笑，求你互因对阮的侮辱归伫因身上，互因诚做战利品受掠去外国。求你毋通遮砍因的罪，毋通撤销因伫你面前所犯的罪过，因为因侮辱这个重建的人。实际上，仇敌毋简单只有喙讥笑犹太人的重建而定，因还利用颓废之音，互犹太人因为唱这个歌曲就丧志，感觉工作做袂完，看袂到完工的希望，直到放手毋管。另外，仇敌也企图发动突袭，互言语威胁升级到武力攻击，因为因完全无希望犹太人甲城墙起好。总是住踮仇敌中间的犹太人，诚做尼米的助力，因透露敌人的阴谋互尼米，互伊会当及时应应。尼米叫民众武装起来，会若做工，会若防卫。对尼希米的行动，咱看到伊坚定倚靠上帝，却也无忽略人应尽的责任。这对台湾人来讲，是一个真重要的启发。默想，当我伫教会也是所属团体，想要做一项通带来改变的代志，却拄着反对的时，我会安怎应应？是选择放弃，还是努力以行动说服人？当我伫教会也是所属团体，想要做一件通带来改变的代志，却拄着反对的时，我会安怎应应？是选择放弃，还是努力用行动说服人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我的服侍，毋是出自一时的感动，拄着挫折就放弃。求你互我有智慧甲勇气来完成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